價值。我拍到好渣啊！因素結合創意與科技嘅結合中，呈現出人類與科技互繫共存嘅未來形象。大家好，我哋係一 C 班。設計上，天使天王寓意住一種向上嘅力量，能飾與望象徵人類嘅未來進化，生物與科技嘅融合。透過 LED 燈光與暗灰色配搭鮮豔嘅亮色對比，營造出鮮明嘅未來風格。護藍斗篷代表世俗權力與人間對峙，以及智慧、溝通與清晰。整體表達我哋對未來世界嘅想像，以及科技與設計結合嘅各種可能性。一路錄一路影我。大家細個嗰陣有冇諗過大個想做啲咩呢？警察、消防員定係飛機師？大家好，我哋係溫 D 班 Model 3上有4個未來嘅新職業，例如係 AI 醫生、AI 警察等，全部都係由 designer 人手捧上去嘅，代表我哋所看見嘅未來係充滿希望，每人都能夠揾到一份理想嘅工作。Model 3後面有個十字架，寓意神會喺背後帶領住我哋。然而 designer 認為學生壓力大，所以喺雲上面貼上多張已經做過嘅功課同試卷，更加用紅色去表示學生未能夠應付學業嘅情況。未來究竟長全群都會變成點樣？有更多新職業呢？我哋拭目以待。我嚟啦！喺我哋嘅印象中，世界回憶係多姿多彩，而眼見呢啲繽紛嘅布料，正正代表住地球原始嘅生命力同埋美好。但係呢份色彩正慢慢被吞噬。大家好，我哋係一 D 班。隨處可見嘅黑白塑膠，好似陰影一樣蔓延，攔斷咗大地嘅呼吸。當塑膠淹沒地球，我哋失去嘅唔單止係風景，而係一個有溫度嘅未來。如果我哋再唔行動，彩色嘅世界淨係會剩低一片死寂嘅黑白。今日嘅設計係一場視覺嘅警示，唔好令塑膠成為地球最後嘅底色。